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。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妈妈，人是安怎来的？神创造小亚当甲夏娃，因生囡仔，佮生足侪代，了后就互咱啦。几工后，廖弟佮问爸爸同款的问题。古早，佮变过迄个古早。咱是对狗变来。廖弟去互因母甲母煞煞，佮走去问去拜妈妈。妈妈，你讲人是神做的，毋过爸爸讲咱是狗变的呢？太安尼！小宝贝，我甲你讲，我讲的是我妈妈这边的人，啊，恁爸讲的是因厝迄边的人。我甲你讲，国历7月。比农历7月更较恐怖呢，是安怎讲？迄个时啊，鬼门开，只有迄特殊的体质，才会拄着就一个月，小是纸钱，普渡大家做伙拜。是啊，啊，国历是会安怎啊？恁厝无囡仔，恁毋知啊？像阮厝迄两只小鬼，也要砸死。搁爱互因走才2个月，烧的拢是真正的钱，连翘头嘛无效啊！有一天，我伫客厅耍，突然间有人来找，妈妈开门讲：“廖弟，叫爸爸。”伊是啥？有啥物啊叫爸爸？我无爱，有啥物毋叫？廖弟，乖啦，紧叫爸爸。敢讲？我毋是爸爸妈妈生这个人的名姓，目睭，伊才是我亲生爸爸，即马要来带我走啊！天公伯啊，命运哪会安尼创治我啦？廖弟，你是咧说啥啦？紧叫爸爸！妈妈、阿公、阿嬷，感谢恁带我饲大汉。这个时阵。我外过甲迄个人抱咧大声叫爸爸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喜欢这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来看。就是 Camber，每礼拜暗时6点准时发布影片。刷。